大地震了后，即马有真侪建筑物拢变做危险的建筑，无法度带人，爱先搬走。要搁要搬，无所在住，搁爱税厝爱开钱，所以有人就无愿意搬，即马是真两难。另外，昨昏伫天龙星大楼拆厝的现场，有爱鸟的人士、爱鸟的民众是认为讲，应该爱先救鸟，才继续拆。为着这嘛，和当地里长冤家发生冲突。地震发生的时阵，住户赶紧逃命，摇撼的程度愈来愈大，也搁落太愈雨。4月初3的大地震，互即卖厝煞变安尼。哇塞！被拼起渗一个大坑出来，neu条严重断去。花莲上关大楼、莲花大楼有17层悬。强烈地震了后，互人当黄单变做危险大楼。昨天晚上住朋友家，现在就是要去找房子。对面的香客大楼就让我们莲花的住，大部分第一时间他们还是找亲朋好友。干那这栋大楼都有超过120户，将近400人有厝无法度住，啊，毋过有3户居民无愿意搬走，因为若离开家，都爱住别人家，买租厝嘛无遐尼紧，租金悬的租袂落去，租金合理的搁大家抢，找厝找甲真添心。如果要做这个组合屋的话，还必须要去盘点它适合的地点哦。那这个地点正在盘点当中，初步大概有9个地方。如果他的生活机能状况是好的话，我个人是不排斥的。政府规划组合厝通大，部分受灾户正面看待，只是民意代表有哪有接到真情，包括厝起伫倒、房型安怎配置，政策拢还无明确。因为它的不确定性有太多，可能都是大家民众在考量是否要做组合屋的这些种种问题。在面上重的代志，除了大的问题，嘛关心原来大的厝拆除的进度。我求求你不要去拆除人员停止动工。规日天星大楼前靠甲分期搁吐火，情绪这么激动，是因为主委认为动保人士要求停工9年啊，阻碍拆除，恐惊会延误进度。啊，不过爱鸟的人是讲，是要趁工具机修复的空棚协助救鸟啊，伫现场甲里长起冤家。如果万一有事情的话，谁敢保证？垂钓笼子人又没有进去，是要危险什么？不管监管处不愿意协助清除路边，互分队车吊挂油包人啊，爱鸟的人搁伫面侧，就民众敲电话去骂县政府，双方个人的讲法无同。内政部是回应，照现场的状况判断是毋是停落来，啊，不过第一时间若是无吹到，也是爱继续拆除比较较适当，避免出现搁较侪公共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